大家好，我係2列企業愛心將來精英獎學金嘅得獎人余欣妍。喺7月頭，我哋舉辦咗原來我得嘅頒獎典禮。為咗今次嘅頒獎典禮，我同3位第14屆嘅得獎同學一齊籌備咗弟子規嘅表演。雖然喺今次嘅表演籌備當中，我哋遇到好多嘅問題，但係我哋都一一克服，最後表演都成功圓滿咁結束。今次嘅頒獎典禮入面，我都好感謝我嘅屋企人、朋友同埋老師，佢哋都到場支持我。喺頒獎典禮結束之後，我哋大家仲一齊食咗一餐晚飯。喺8月頭，我同大家道別咗之後，我就乘搭由香港飛往洛杉磯嘅航班。喺等待飛機嘅期間，我都好緊張，因為係我第一次自己一個搭咁耐飛機。不過喺等飛機嘅過程當中，大家都好友善，會互相幫手，都令我安心咗好多。到咗洛杉磯之後，我跟住大家一齊去過海關，之後再轉機到達拉斯。喺轉機嘅過程入面，我都見到好靚嘅日出。之後好快就到咗德州啦。不過由於第2日就要返學，所以 host mom 一落機就即刻帶我去學校註冊，同埋帶我嘗試咗美國嘅快餐。之後我每日大概7點幾就開始準備返學搭校巴。美國機構嘅教練見到我嚟自香港，所以佢哋帶我去咗一間當地嘅中餐廳食飯。我哋仲一齊食咗幸運曲奇。中餐廳嘅嘢食都好好味，我都好多謝佢哋可以帶我嚟呢度食飯。喺學校入面，我都揀咗烹飪作為我嘅其中一個課程。喺堂上，老師仲教咗我哋整 grilled cheese， 呢個都係一個美國比較有特色嘅嘢食。host mom 都帶我去咗一個專門介紹德州歷史嘅博物館，入面仲有介紹咗以前舊嘅牙科診所，同埋一啲舊嘅販賣機。博物館入面仲有一個舊式嘅教堂，我仲喺入面幫我 host sister 影咗一張相。我哋仲見到一面1950年代嘅美國國旗，大家可以揾下佢同依家嘅美國國旗有咩唔同呢？其實佢上面嘅星星數量淨係得48粒，但係依家嘅美國國旗上面有50粒。星期5就有 Pepper Rally 呢個活動啦，佢每次都有唔同嘅 dress code 要求，就好似今次唔同年級就要着唔同顏色嘅衫。嗰日 host sister 仲帶我去咗佢朋友屋企嘅 movie night， 我哋一齊睇咗一套喺美國好興嘅韓國電影。之後仲同咗 host sister 一齊去佢嘅大學度睇排球比賽。喺呢一個月入面，我本身擔心自己未必可以好好咁樣融入同學入面，但係我後面發現，就算我有聽唔明嘅生字，我只要問佢哋，佢哋都好樂於解答我嘅問題，因此我都識到唔少好朋友。呢個就係我7至8月嘅生活報告，多謝。